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珍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珍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承诺这一个是承诺的特别版第2版，这是纯中文版。那如果说是英文版的话，目前已经到了第4版。第4版的特色之一呢，是它是中英对照版。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去购买引请，或者是仁波切是很慈悲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下载免费的电子书。那这些都可以在仁波切的博客上找到这些资料。那目前我们分享的是第5章，第5章是讲述仁波切从马来西亚，从第一天抵达马来西亚开始到今天的种种经历。第5章的标题是创造传奇。那仁波切的确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从零开始到今天，确实是创造了一个怎么说呢，相当伟大的一个传奇。那我们上一期，其实我们这些分享已经到了尾声了。其实关于仁波切的种种事迹啦，他的生平啊，他的经历啦，现在来到目前这个阶段呢，主要只介绍大家眼中的仁波切。那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仁波切，就是从我们介绍的仁波切的生平，再从别人眼中，从这里我们可以完整的看到仁波切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形象。好，现在是今天分享这个是第290页。290页内容。那上方这一个呢是大家看过这一张图片，这一个是下甘丹寺的前住持的照片，珍贵的堪树仁波切洛桑潘德下甘丹寺前住持。那我们给大家念一念尊贵的堪树仁波切洛桑潘德对仁波切的看法。若我们看看占都古仁波切的转世传承，他共有25个非凡的神圣转世。即便我们只专注在仁波切经世的事业，我们也看到他就如同宗喀巴大师的离转星子。举个例子，我在下甘丹寺传授了许多灌顶和教诲，这最初都是由于占都古仁波切的鼓励。仁波切请求我传授密集金刚和如意摩尼度母灌顶，一切都由仁波切赞助。从那时起，我继续在下甘丹寺传授许多教法。然而，这一切都始于占都古仁波切要求我这么做。占都古仁波切竭尽所能，悉心侍候堪树强巴耶喜仁波切。正因如此，堪树仁波切的糖尿病病情才得到良好的控制。我曾听说，也亲眼见过堪树仁波切的身体处于健康状态。而占都古仁波切服侍他之后，堪树仁波切的糖尿病有了改善，我们都亲眼目睹这件事。占都古仁波切用心侍候自己的上司，也教导别人这么做。他这么做，因为这就是他的修持，而他世事的精神远比他人都来得崇高。他拥有许多特殊的品德。占都古仁波切在佛法衰败的地方振兴佛法，这样的佛法工作极为殊胜，也意义非凡。这是具高正量者的事业，也是转世高僧们利惠众生的行为。由此可见，占都古仁波切之所以前来此地，他的法愿和事业之所以能够实现，皆是他亲近世师加上修持多杰雄等法门的成果。透过既往众多善业所累积的功德，占都古仁波切做了许多善行，我为之随喜。那这是下甘丹寺前住持堪树仁波切洛桑潘德对仁波切的看法。那下甘丹寺我们说过，下甘丹寺是其实它是由甘丹寺分出来的一个怎么说呢？因为多杰雄的禁令过后所分出来的一个寺院。原本的甘丹寺是不修多杰雄的，下甘丹寺是选择修持多杰雄的一群。
那刚刚开始就寺院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分裂的时候，仁波切就给了很多支持对下甘丹寺，所以这个看书仁波切洛桑潘德呢，他说他最初在下甘丹寺，他的许多灌顶和教诲都是因为在赞都格仁波切的要求和赞助下这么做的。那自此之后，他得到了启发，就开始在下甘丹寺传授许多教法。但是他把这一切呢归功在仁波切最初的请求上。他也从仁波切的许多转世呢，他看到了就是共同点，就是说仁波切过去有24个转世，那这辈子是第25个转世。他看到的就是这全部都是非凡的转世，但是他说即使不去看那些很辉煌的过去，那只看仁波切精神的事业，我们就已经看到他其实就是宗喀巴大师的真传的一个地转的性质。那另一方面呢，看说洛桑潘德仁波切他对于仁波切的世事精神，这是其中一个大家都特别赞赏的。他对于仁波切的世事精神是非常的欣赏特别也赞许的。这里也提到看书洛桑潘德呢，他有提到仁波切当年怎么去伺候自己的上司康苏祥巴耶喜仁波切，怎么去把康苏祥巴耶喜仁波切的糖尿病病情就是照顾到得到就是照顾妥善，而且糖尿病病情有好转。其实这并不容易，但是仁波切就是很用心的那么做，包括去亲自去尝试每一个食物，去定时去给自己的上司准备药物就是之类的。那所以是因为很细心的长期的照顾呢，才让看苏祥巴耶喜仁波切的糖尿病病情有了好转。所以这一点呢，看苏仁波切洛桑潘德是特别留意到，也特别感动的。而且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也对仁波切在马来西亚弘法这件事情呢，也非常的赞赏。他认为在这样子的一个佛法思维地方，振兴佛法，这是十分殊胜的。把这些归功呢，在仁波切的千净思思和修持多杰雄恩法门上的一个成果。那这下面这一个是290页的下方，这是甘丹萨济寺前戒律师。甘丹萨济寺前戒律师尊敬的图登云丹善士，他说康苏拉蒂仁波切、戒律师、康春的老师、执事等，大家都决定叫赞都格仁波切前往马来西亚筹集建设康春的善款。因为仁波切不仅佛法知识丰富，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有许多上师和格系，但他们的口才都不比仁波切好。他学习速度很快，也都能掌握一切所学。基于这个原因，他们委派仁波切负责建寺。我和寺院的其他僧人制作了许多护轮和各种仪式用品，给仁波切带到马来西亚，作为筹集扩建康春善款之用。仁波切原本不想去，但当他一想到僧众们迫切需要更多僧舍等物时，他答应前往马来西亚。仁波切任劳任怨，为寺院增添许多福利。当时的甘丹萨济寺前戒律师，他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是有印象的。他记得堪苏拉蒂仁波切、康春的所有的戒律师执事，大家都一致的认为仁波切是最有资格前往国外弘法和筹善款的人。那重点就是他们主要认为，因为仁波切他的佛法知识很丰富，他能够深入浅出的讲法，而且他英语非常流利，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比其他人具备了更多的条件，而且他非常聪明，学习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都把仁波切推了出去，就让他去负责筹款。这个
另一方面呢，他有说到仁波切其实原本并不想去，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的。那仁波切也就在传记里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仁波切最初一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本身不够资格，他认为自己本身在寺院的资历尚浅，他认为应该派别人去，但是由于护法也认同了，也就是也建议仁波切出国筹款，那仁波切就答应了。而且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当时想到的是，这是康村的圣人迫切需要的一个宿舍，所以仁波切是一人前往了。结果还好，就是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不负众望，把这笔钱筹了出来，让僧侣宿舍得以成功扩建。那接下去呢，这一个是尊敬的格隆善师，这位是甘丹萨济寺前戒律师，这是291页。我在达兰萨拉初遇占都古仁波切时，就看得出他拥有丰富的佛法知识，也跟常人显得不一样。于是就询问了他的身份和来处。当我得知他曾经在图登达杰林工作，且为了到寺院出家而毅然放下美国的一切来到达兰萨拉时，我当下就认为他的前世必然与佛法息息相关。我十分感动和欣慰，便给他献上哈达。那时候我只是一名普通僧人，身上也没有多余的钱。达兰萨拉的气候十分寒冷，仁波切给了我一些衣服。后来在寺院里，仁波切每隔几个月都会给我送来一些钱，让我可以购买牛奶和药物。如果仁波切一直都留在寺院，他早已经是一名大格西了。他早已经完成一位喇嘛所需要完成的大部分仪式，却郎等就只差格西供养仪式。然而布冈康村却在那时候请求仁波切到国外募款，仁波切才因此没有继续留在寺院。我最初听到占都古仁波切将到国外募款时，原以为他还会在寺院多逗留一阵子，先取得大格西资格。毕竟他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康村僧人的福利，而不是为了个人。然而仁波切总是为他人为众生着想，因此他并没有多逗留，反而为了康村立刻启程国外。事实上仁波切的心愿是一生专注于禅修和修持，但由于前世累积的功德，让他无法像平凡人一样过生活。占都古仁波切其实已经修完所有格西课程的经典，也已经掌握了这些学问。修读这些内容一般需耗时多年，但由于占都古仁波切的前世经验，他只需上师的少许指点，就能很快地掌握那些内容。仁波切对这一切十分熟悉，那是因为他在前世就已经是一位真正的仁波切了。然而为了作为众生的典范，他今世必须再度经历这项学习的过程。甘丹寺共有2所寺院，分别是甘丹萨济寺和甘丹讲智寺。一般人都只会帮助本身的寺院，然而仁波切虽然来自甘丹萨济寺，他却把萨济寺和讲智寺视为同一所大寺院来帮助。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一位转世高僧，拥有一颗菩萨的心相续。在我们的寺院里，只有占都古仁波切一个人做出如此大规模的支持和贡献。寺院实际上共派遣了10至12组人到国外募款，但占都古仁波切才是协助寺院的最大功臣。这个相当长的一个篇幅，这个是甘丹萨济寺戒律师前戒律师尊敬的格隆善师对仁波切的评价。那之所以会写这么长呢，是因为格隆善师他本身有跟仁波切有过很密切的一个接触的经验。那最初他刚开始第一次在达兰萨拉遇到占都古仁波切的时候，那时候仁波切他只是当时是一个很普通的僧人，但是他跟仁波切交谈之后就发现，原来仁波切是曾经在图登达杰林工作的，而且他是为了到寺院出家而放弃在美国的一切。
他当时立刻就觉得这个年轻僧人并不是平常人，他一定是怎么说呢？他的前世一定是有一些佛法的印记的。那当然，他这样子的推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因为对一般人来说，相比之下，美国尤其是洛杉矶的生活是非常怎么说呢？是非常精彩的，而寺院生活呢是非常刻苦，就是可以说是相当苦闷的。那一个年轻人会选择放弃那种算是很奢华的生活，毅然前来印度在寺院吃苦的话，那必然是有些他必然有很深的印记，所以这是格隆善师的一个推测。而且他也从自己本身跟仁波切的经验里，就是对仁波切有一个很具体的认识。他说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僧人没有什么钱，那仁波切呢常常就会给他送衣服啊，甚至在寺院里每隔几个月都会给他送钱，那确保他可以买食物和药物。那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仁波切在寺院的时候，其实他本身也是没有什么钱的，但是这就是仁波切，他尽管他所住的地方是漏雨的，那还是他把仅有的钱拿去帮别人做修补的工作，总是把自己的需要放在最后。那从这个格隆善师身上呢，我们又印证了同一件事情。所以他当时他会就是常时不时，所以给格隆善师送一些衣服和送一些钱过去。那另一点呢，这一点我们也是从因为仁波切本身从来不去炫耀这些事情，也从来不提起。那我们也是从寺院僧人口中才知道的。就比如说像格隆善师说的，其实仁波切如果留在寺院的话，已经是一个大可惜了。就是根据格隆善师所讲述的，就是仁波切其实已经完成了格西的所有必要的课程，已经掌握了这些学问，所以他只差一些完成一个，而且大部分的仪式都已经完成了，他只差格西供养仪式。那就在这个时候，布冈冈村要求仁波切到国外募款，那仁波切立刻就答应了，就动身前去。连格西这个就是大家都寺院僧人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考取格西学位，连考取格西仁波切都放弃了。那这一点，这让这个格隆善师是相当惊讶的。虽然说仁波切这么做呢，都是为了冈村僧人的福利，而不是为了个人。而且他对这一点，他对仁波切是完全的怎么说，完全不怀疑的。这仁波切总是为了他人，为了众生着想。但这一点呢，针对仁波切没有办法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个格隆善师所给的一个理由，就是他的想法是，他说是因为仁波切前世累积太多功德了，所以这辈子没有办法像常人一样生活。那还有一个点呢，其实是引起我本身是觉得相当惊讶的，因为仁波切刚抵达印度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懂得藏语。那从他抵达印度1987年到1992年被派往马来西亚筹款，那短短几年内，仁波切不但掌握了藏文，他已经熟读了就是寺院里的就考取格西的各种经典。那这里可想而知，仁波切是多么努力，而且他的学习能力是多么惊人。因为格西课程并不是普通课程，它就等于我们这里的博士，就是一般人所知道的博士学位，那是佛教的博士学位。一般有些人可能需要耗上10多20年的时间，才可能修的这个可以考取这个学位。但是仁波切却短短的时间之内，从零开始，包括重新学一个语文，
竟然能够掌握这样子的一个知识。这个葛隆三世对这个也是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强调的。另一方面也讲到仁波切的慷慨，就是说甘丹寺其实有两大寺院，一个是甘丹萨基寺，甘丹甲支寺。那一般人呢就是怎么说呢？帮助甘丹萨基寺的，可能就只帮甘丹萨基寺；帮助甘丹甲支寺的，就只帮助甘丹甲支寺，就把这两个寺院就当成是不同的一个单位。但对仁波切来说呢，这两个寺院其实是同一个单位，就是说他在做供养的时候，总会同时照顾到甘丹萨基和甘丹甲支。那我记得仁波切有一年就带了弟子到甘丹寺去做供养。那其实当时他供的3000尊文殊菩萨，其实就是分别给甘丹萨基寺和甘丹甲支寺的。那说在寺院里，其实就只有仁波切可以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而且他还透露了一点，就是当年992年，就是那一段时间，其实寺院并不只是派仁波切一个人出国去筹款，他总共派了10到12个人，这主人到国外募款，但仁波切才是那个成功募到款项的人。那好，我们接下去还有一点时间再继续给大家念这个292页。292页呢是甘丹萨基寺诊所前所长尊敬的格西讲趣多杰。堪树仁波切和赞都格仁波切的关系始于赞都格仁波切进入宋拉藏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坚固、密切和纯净，那是一种严守清净三昧耶的师生关系。在上师身边的时候，赞都格仁波切从堪树仁波切那儿接受了许多教诲。后来赞都格仁波切透过本身的努力建立了自己的拉藏，并迎请堪树仁波切前去跟他共住。赞都格仁波切也邀请堪树仁波切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正因如此，堪树仁波切在这两个地也颇具名望。赞都格仁波切的事师精神并不仅限于和食和顶礼等这类外在表现，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堪树仁波切，从服饰用药到起居饮食等都事必躬亲。他甚至还事先品尝食物中的盐、油、糖量等，以确保一切都符合堪树仁波切的健康需要。赞都格仁波切经常带堪树仁波切到各大医院检查，确保堪树仁波切的糖尿病能够得到最佳的医疗照顾。在寺院的时候，赞都格仁波切实修佛法多年，他曾担任教育计划秘书职务。后来仁波切在布康康村工作，并在上师们的指派下前往国外。至此，他对布康康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赞都格仁波切曾经分别供养甘丹萨基寺和甘丹拉齐主要大殿等几所寺院各一尊3尺高的至尊武士教仁波切像，也给寺院僧人供养茶、食物和雇用，并给每一位僧人供养僧袍，包括躯柜和郎甲。此外，他还赞助了甘丹拉齐的大理石地砖，耗资180万卢比的变金厂地板，以及耗资8万美元的甘丹萨基医院。另外，除了赞助萨基杂仓教育计划外，仁波切也资助了好几所寺院。赞都格仁波切总在各方面协助寺院，不仅如此，他也帮助营里的在家众，为他们送上米饭、食用油和大麦等。仁波切常雇用1辆吉普车，与布康康村一位名叫中珠旺秋的僧人一起将这些物资派发给贫穷和有需要的人。除了这些，还有许多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每当赞都格仁波切前往尼泊尔，他也会协助当地那些贫困和有需要的人。赞都格仁波切总是为他人着想，他拥有一颗真正的菩提心，他无私和只想要利惠他人的行为，显示他充分实现了佛陀的教诲，这是我明确知道的。尽管赞都格仁波切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生活多年，
他唯一的心愿始终都是弘扬宗喀巴大师的教法，而他也一直都心系甘丹萨吉士。由于他的众多前世与寺院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心中一直都记挂着甘丹萨吉士，而他的弟子们也时常支持和资助仁波切的法业，对此我深表感谢。在这末法时期，实修佛法并非易事，在这个时代，佛法的增长面临重重障碍。佛经也指出，这是佛法最难增长的时代。我们只能听闻诸佛如释迦牟尼、宗喀巴大师和星子的名号，却无缘亲见他们，留下只有他们的著作。举个例子，在我们的寺院，迦杰赤金刚持、迦杰颂金刚持、迦杰泽美金刚持等都已经圆寂，剩下的只是他们的名字，而他们的转世也都还年轻。因此，在这段艰难时期，赞都格仁波切常住世间是很重要的。如果赞都格仁波切的寿命原为100年，我们应当祈求他更为长寿。这很长的一个篇幅呢，这个是甘丹萨吉士诊所前所长对仁波切的评语。因为其实这些都是有亲眼见证看过仁波切从刚刚入世到后期的表现的圣人。那这位格西讲居多杰呢，他特别赞扬仁波切的世事精神，就是用了他除了讲仁波切的世事呢，他也就是对仁波切针对仁波切对康春的贡献也是给予高度赞扬的。这里举了好些例子。那不仅如此呢，这个他也帮助寺院外的在家众，给他们送一些日常用品等。那值得一提的是，仁波切即使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之前，他都特别去提醒他的就是寺院的僧人朋友们，继续去帮他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他总是为别人着想。那还在这里呢，他还特别点出一个点，他说仁波切的心愿一直都是弘扬宗喀巴大师的法教。他说，而且他这里特别说，上一代的高僧们都已经圆寂了，那年轻的这些呢都还年轻，所以仁波切的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他介于中间，算是。那这个讲的是，因为这是相当早期的一个访问吧，所以当时至尊颂仁波切、至尊释迦仁波切等都还很年轻，那现在他们都已经开始出来弘法了。那但是仁波切所扮演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就是护持佛法的一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好，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在结束之前呢，同样的我们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后，显明至尊三位名称是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师，我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灵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宗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一，祈愿三会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也普及遍十方，上业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性恒常住。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